做乜垂頭喪氣啊？等我帶你去邊學邊玩啦！哇！海洋公園啦！喂，未玩得住啊！家長 Sir，點解唔俾玩啊？今日嚟到下水禮，我哋要接受落苗坊註冊社工同埋遊戲治療師文佩琪姑娘嘅挑戰，贏咗先可以去玩㗎。我哋一齊接受挑戰好唔好？ Hello， 大家好，你哋今日要接受3個挑戰。第一場比賽，泡泡池砌 puzzle。文姑娘將會發問問題，兩隊參賽者要鬥快走出泡泡池揾答案拼圖，揾齊拼圖，然之後將答案砌翻出嚟，最快完成嘅就為之贏。海洋公園入邊邊種動物係中國嘅國寶呢？我知熊貓，不如你哋負責玩 puzzle， 然後交俾我負責砌啊！好。比賽開始。哎呀，我竟然遲咗起步，唯有出絕招阻住佢哋先。估唔到啲小朋友咁醒目啊！即刻聯手反擊，唔俾我向前行。啊，佢哋又幾有默契喎！哎呀，俾藍藍走甩咗啊！好，等我快手啲追翻啲時間。我揾到啦！哎呀，唔緊要，我哋繼續努力。你好叻啊！我睇頭先有你幫咋。要合作完成嘅遊戲，最能夠鍛鍊小朋友嘅團隊精神。要喺團隊裏邊發揮所長，小朋友要清楚了解自己團隊裏邊嘅崗位，一人負責一樣工作，做好自己嘅本分，做起上嚟就唔會混亂啦。另外，家長記得要讚賞小朋友，佢哋願意放低自己想法去配合其他人，其實唔容易㗎。真係冇低估小朋友嘅能力啊！咁就輸咗俾佢哋。嚟到第二個比賽場地，睇下今次玩咩先。第二場比賽，失驚無神定力賽。今次我哋玩嘅遊戲係1、2、3紅綠燈，一位小朋友會企喺噴泉中心發號施令，我 Patrick Sir 就會同另外2個小朋友鬥快去到終點。如果期間邊個喐咗犯規呢，就要去翻起點，由頭嚟過噶啦。1、2、3紅綠燈，過馬路時要小心。哎呀！哇！啲水失驚無神咁噴出嚟，唔知班小朋友夠唔夠定力 hold 住呢？留意下一集，睇下小朋友有咩反應，到底最後誰勝誰負。